嘉义看守所有一名姓区的受刑人，目前是自主加决收容人。本地只是下晡3点爱收假回去加决，却超过时间无看到人影。这名受刑人是甲人抢、甲人偷摕，被判刑2年8个月。检方也公布个人资料含相片，昨暗发布通知。甲中道警方已经伫咧台南新营掠到人咯，转送到布袋分局侦办当中。手摕着有写名的相片，这名今年40岁、身高大约170公分左右的区姓受刑人，原定24号下晡3点爱返去嘉义看守所报到，却逾期无返去。看守所半点钟内底通报矫正署，续来通报警政地检署。嘉义地检署嘛，伫24号暗时7点半正式发布通缉，嘛公布着个人的资料，还有相片。该收容的是自主监外作业的受刑人，那依据规定，他自主监外作业满3个月之后，可以申请返家探视。礼拜5的下午7点回家，那礼拜天的下午3点要返署。看守所表示，这名受刑人被判刑2档8个月，服刑超过1档半。今年4月表现良好，认真甲合作的厂商做工课，是自主监外收容人，一时做工课暗时返去。按照规定，伊做工课满3个月，当申请休困，顶个月申请休困，如期返来。这届申请进前嘛问过放假的计划，还有家庭的状况，确认无异状才同意。基本上是表现都很正常，那在合作厂商那边的作业情形也都良好。这一次是第2次，第1次有准时回来，那第2次他这次预假没有回来，这个原因目前还是不明的。记者林慧婷、王刘婷、陈hen坤嘉义报道。